做巨星之前，大家都是平民老百姓。对，你们有做过什么工作？跟媒体朋友分享一下。收保护费啊。好，我们聊到这里了。真的啦，有没有做过那种像那种什么？类似会计呢？你做会计？对，然后金融业。真的不会。好，这个不聊了。现在欢迎的是本土天团啊，大家非常熟悉的911，今天的巨星导师，多下多下，当咚。哎，我们来到这节目的惯例要问的就是说，在做巨星之前，大家都是平民老百姓。对，你们有做过什么工作？跟媒体朋友分享一下。洋葱，你做过什么？在当明星歌手之前。便利商店打工。啊，真的就是大夜班那种吗？还是白天？大夜班，然后还有当过保全。你当过保全？对，真的假的？刚退伍的时候直接当。可是你一点都不够凶狠，他没有，很温暖。我们只要打那个打卡就好了，然后看监视器这样。哦，不是那种坐在外面等着看那个哦，对，就是看 monitor， 指挥一下交通这样。哦，就这样哦。对。哦，成功呢？学生。屁啦，怎么可能？你没有打过工。收保护费啊。好，我们聊到这里了，还是改叫赵传先来好不好？这都能写吗？这些能播吗？这个你不要闹了，有没有真的啦？有没有做过那种像那种什么？类似会计呢？你做会计？对，什么金融业。真的不会。好，这个不聊了。太喝酒。好，但现在是大家很熟悉的巨星，待会要给我们那个选手一些建议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有没有感动到？感动，我有。我说这怎么婚礼上面怎么跟得住？小心嘿！我有说大家很辛苦，给大家一点画面。画面，小心的不舒服啊！一起不舒服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谢谢。对，好不好？这一首就交给你啦。一时间，我们一起欢迎吧，露露回归。在那天我是外景嘛。哦，玩很大。对啊。对，然后玩很大。我久不能自己，然后两互相在 murmur 都没有在对话，他讲他的，我讲我的啊，对不上。唱歌的有点快啊。他就对啊，然后突然间我也是被求婚的，我也不知道这样，就是这种10点，然后我就站在原地，拿着手机挂了电话以后站在走来绕了大概10几分钟，对自己一个人，对，然后就在想着说哦，好快哦。这些孩子都是一点一滴啊，他们本来是有委屈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从小到大学业成绩通通第1名，然后什么都好，然后这个也会讲这个5、6国的语言。女儿啦，女儿。对呀，然后也是年薪1000万的这个小女生，26岁。可以有这样的成绩是不容易，对。所以你觉得准女婿你还满意吗？还 OK， 就是有见过几次面，对。然后这几天呢，特别安排了一个要吃饭。人家说会无好宴无好宴。今天会见面，你们就可以布装在各大的这个高档的这种那个餐厅。一般这种状态都男方会请客嘛。对呀，我会挑一家，大概吃一餐20几万，做一个考验这样。跟未来的女婿说些什么？没有，就要罩子放亮一点啊。他爸爸不是简单的人物，没事了，他们相处很 OK 就好。听到这消息的时候，有没有感动到？感动，我有。我说这怎么婚礼上面怎么跟得住？家里的房间有没有那么多年前讲？家里的房间，你的衣橱、你的餐具、你的床、通通别搬走，对，好吧？你的房间永远都在。哎呦，好暖哦。哎呀，好吧，就是永远都在。Super love you， 好吧 ？I love you, me too, me too, me forever。对，我们家的 slogan， 也祝福他啦。但是这个让他们慢慢来，不要压力，那是圈外人，不要打扰他们，好吧？是。你刚刚还不是这样？哎，圈外人，对，谢谢。可以哈。